欢迎收听7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2章1到11节。撒母耳记上2章1到11节，无限赛局的感恩时刻。危机的讯号将是恩典的记号吗？我们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诗篇的34篇8到9节，要亲自体验上主的美善，投靠他的人多么有福啊！上主忠诚的子民啊，要敬畏上主，敬畏他的人亦无缺乏。敬畏他的人亦无缺乏吗？我们真的因着敬畏上帝就没有缺乏吗？还是我们在这缺乏当中可以领受那不让我们缺乏的秘诀，能够翻转我们缺乏的境况呢？在疫情严重影响的餐饮业当中，有一位自己创业的年轻人，他面对到这个疫情风暴，他带着感恩的心情数算这一段感恩的时刻。他说，感谢神让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使我们紧紧抓住他，也更谦卑学习。这个疫情让我们思考，凡是换个角度，先求他人的益处，就像是戴口罩，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就在这个疫情风暴影响当中，这位先为他人益处着想的牛肉面老板，他诉说着疫情期间更是一个感恩的时刻，以他人的需要为主。上帝让他有这样的创意，想到我们所要卖的产品不变，然而我们提供的方式却是可以改变的。以上帝的心意为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这些危机的讯号，真的因着神被翻转成恩典的记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献上感恩的祷告吧。这感恩的祷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是哈拿她经历上帝赏赐她从这原来不育的变成能够生育的，而且不只是生育，而在这生育当中，她更多的来经历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这危机的讯号常常让我们更多的来思考，在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没有办法自己想办法做到就能做到的，甚至别人也根本帮不上忙，因为人生就是这么的有限。然而遇见这位无限的主，使我们的赛局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翻转。在哈拿的祷告当中，他在这里说到上帝如何翻转人，使他经历恩典的记号呢？那软弱的人会变为刚强，会变为强壮。那饥饿的人不再饥饿，而那不育的要生7个儿女。哈拿感受到这位上帝是使人死使人活的上帝，也是使人能够富足，也使一些人贫穷的上帝。他使一些人尊贵，他更是在那个灰尘当中，在那个尘埃里面来提升这些穷苦人，抬举这些贫困人，他使他们来经历从上帝来的荣耀。在这里哈拿更是讲到，这位上帝是一位看顾他忠信子民的脚步的上帝。邪恶的人会在黑暗中消失，而且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胜，因为这关键的决胜权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要除灭自己的仇敌，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赐能力给他所立的王，而且使他所立的这个君王昂首凯旋。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哈拿的祷告其实不仅是哈拿他自己由心发出的祷告，我们其实很清楚的知道，撒母耳记上2章的这段祷告词，对后来的撒母耳要成为这个开国立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的时候，这段经文已经在预告了。特别是第10节的地方，讲到未来会有王
这个王是上帝所立的王，而且上帝要使他凯旋，使他得胜。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在那危机当中，使人能够经历他恩典够用。信靠上帝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我在经历什么样的缺乏吗？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缺乏，我们要快来投靠这位大有能力保护他子民的神。他已经为你预备够用的恩典，我们要预先来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察觉到我们生命的有限性，让我们在这无限赛局当中看见这感恩的时刻带给我们如此大的祝福，是我们不再用自己的角度看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而是能够回到主你的心意里面，帮助我们。虽然许多的困难跟苦境我们真实的在经历，但是你给我们一个眼光，从长远来看，从永恒来看，我们知道这一步一步一步，上帝你都来带领，上帝你预备并且你供应，你更是扶持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缺乏，在我们没有力量，就像经文说的，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得胜，因为我们都知道叫人得胜的是在于你。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主，你能够翻转所有生命中的危机，当这些讯号我们察觉的时候，主啊，我们更是在这时候要献上感谢，因为或许这就是我们将要来经历恩典的记号。主啊，你带领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你。主，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愿哈拿所领受的这一切的恩典，主啊，让许多正在经历缺乏的人也都来经历主你的供应。主，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赏赐你来亲自体验他的美善，使你在投靠他的过程中经历恩典够用。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